秀林乡公所为推动语言文化复振工作，奠定族语能力发展的基础。自109年起，每年办理泰鲁格族语真能研习课程，今年则于7月25日至8月4日，于花莲县东华大学美伦校区办理，借以增进族语老师专业知能及达到文化传承之效益。是未来不管大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上，对文化传承的工作不断的努力这样子。那公所也会在族语的这工作上，不管是预算的编列啊，或者是安排的一些计划，也希望就是大家给我们建议，那我们再不断去做调整跟改进这样。好，那在这里就代表我们代理乡长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。在课程规划上，本所特聘2位教学专业之讲师，实施辅导及实作课程，增进学员语法结构及词汇应用等认知，深植族语老师的语文实力及充实文化内涵。透过此次研习机会，培植族语专门人才，未来能协助本所推动文化保存及教育工作，加速语言复苏，提升族语传承动力。秀林乡公所梅宣子报道。